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2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嘉义环路乡甲竹架乡隔界大华公路28公里的所在，早起放山，目前道路中段各会抢修。新光金的前党市长吴东进，因为新北市邦桥结束保园区备案，红立做被告，先后早起是裁定1亿交保。前中共海军船舰的中国找到西快艇靠洞内台淡水，动机各会调查。中国国台办表示，这是个人的行为，会来处罚。咱先来看嘉义环路乡甲竹架乡的隔界县道159甲大华公路28公里的所在，今仔早起放山，目前道路中段各会抢修。嘉义山区最近是一直落雨，伫县道159甲的地质是真无稳定。今仔早起7点大规模放山，道路是完全中断哦。放山的面积是真大，而且拢是大石头啊。县政府是望讲，今仔地当甲石头啊拢清掉。这路段伫4月底以来已经是第4届的放山路，所以嘛提醒民众哦，都要特别注意。再来看成功人寿哦，伫2019年，甲位伫新北市邦桥结束保园区免费租予2间关系企业来使用，将伊的装潢费用搁由成功人寿来支付。检调是认为，成功人寿损失1亿外，甲成功金的前党市长吴东进等17个人来做被告，以保险法的特别百姓罪哦来侦办。信后伫今仔早起7点外是裁定讲1亿交保。检出地检署面对问题是拢无回应，一直用手甲镜头砸掉咧。成功金控前党市长吴东进以被告的身份去互检调约谈，经过透明核实，举报后团交保的金额有甲1亿。会觉得自己被冤枉吗？你觉得你有责任吗？约谈的名单嘛有成功人寿社创的前总经理、不动产管理部姓罗的副总，也有技术部常理姓李的负责人等人。信后分别以100万甲200万交保。检调大动作，甲1个人带到案以外，11嘛分无共路来搜查，为吴东进引导新修保险大楼等等的所在，查考英文报表、会议记录几啊项证物。即个标出弊端，若像甲成功人寿投资起新版技术部有关系。无姓被告等17人均涉犯保险法168条之2特别背信罪，预知无姓被告等6人100万至1亿元不等之保金，其余被告则请回。检方发现讲，从2019年开始，成功人寿几个高层无互当事会知影，涉嫌甲技术部大楼租予关系企业，为大楼规划做6零主体，嘛互成功银行等等的关系企业免费来使用。吴东进甚至无因为利害关系揭开讨论，甲伊经营的健身公司嘛插旗技术部，佮追加23届工程装修。费用全部互成功人寿来付，那成功人寿的损失计共超过1亿4千万。应该是2年前就已经那个处罚了，对啊，这300万呢、那同样一件事啊，处罚不够。因为刑事的部分是那个检察官在办的，我们并没有介入。成功人寿发出重要的消息，回应这个搜查，讲甲公司的营运无关系，对财务业务无影响。不过，规个案件伫几啊年前，金管会金检的时阵，就捌发现问题，迄当阵有罚300万。即马检方嘛有动作，专案以保险法特别背信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找到西快艇偷渡来淡水的中国民众，是前中共海军军舰的中官。国安局长蔡明安是表示讲哦，佮针对伊来台湾的动机背后，敢有受到指示，进一步了解。中国国台办今仔是表示讲，这是伊个人的行为，卖来处罚。前中共海军艇长中国籍姓翁的查甫人，前几天西快艇进入淡水河口，中间有50分钟，海巡署拢无通报，承认是人为疏失，惹出国安暴动。国安局长蔡明安12表示，有真正疑点爱调查清楚，针对当事人来台动机进行全面的情报收集。那从国安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特别应该要针对当事人的来台的动机，以及背后有没有中共的操作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国台办表示，这完全是姓翁的查甫人个人行为，台湾不必要粗暴改变，会对姓翁的查甫人进行处罚。
啊，毋过这姓翁的查某人有强军背景，但係靠一個人就創一虚情碼頭，立會煩惱顯示伊對作戰參數海上油料內台所需要時間到路程，攏有充分的了解。那背後有中共指導，代表強軍接壓咱的國安抗澎。以海军的任务来说，其实他这个作战任务已经完全成功。路径的一个的查证然后，那这部分我们会再配合到海巡署调查的结果来做后续的，包括是涉及中国大陆他的身份跟动机的厘清。为中共无人机创一金门导船团队到前强军西快艇。太平洋分析选后有判中共密集侵扰，无歹都是中间地带侵扰。针对19年偷渡案件，国安局比对讲法，拢有讲到投奔自由，会去追查所谓卡家。很多都跟他们的陈述的内容有吻合性，所以我们就不禁要怀疑的，这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比较有组织的、有系统的规划，透过水上载具来到我们外里岛或本岛的这个周边的水域或码头，来靠近我们的国境。另外，美方防范中共犯台，传出想要伫台海部署无人机地架，发现强军侵台节奏。蔡明干表示，会加强甲国际盟友交换证据。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出席海巡署掠毒品的成果发表会，针对中国偷渡客争议，伊伫致辞的时候，讲海巡署爱向大众来清楚交代。虽然海巡已经有开记者会说明，也毋过外界嘛质疑讲，亲像是有3种无共款的版本。海巡署是强调讲，真相只有一种，爱检讨的是海巡署无做好相关的通报。海巡署早起甲行政院六大掠毒的机关举办掠毒的成果发表，行政院长杜永泰甲海委会主委关佩玲拢去现场参加。不过外界也是关注中国籍姓翁的查甫人，伊驶船直接去到淡水河的案件。杜永泰致辞的时阵嘛特别交代，责任爱清楚，处理爱有效率。这2天发生的事件，我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国人对像淡水被渔船入侵事件大家的忧心。除了希望你们不气不馁、再接再厉之外，那这件事情也要向社会做明确的交代跟说明，责任要清楚，处置要明快。杜永泰强调讲，后续嘛会检讨各种爱加强国安的设备，也有国安人员防范的措施。就算海巡署11已经有召开记者会来说明，外界要是质疑有3种的版本。我们有3套版本，这个说法不太一样海巡署表示，虽然无及时拿查定检，不过迄当阵海巡人员是拢真猛醒，但中国的快艇靠岸了后就随掠人。北部分署查找的新闻稿讲，沙轮雷达查到9点外，发现可疑的快艇，就随通报加强监控。这只船入去淡水河了后，伫淡水渡船码头去下到一只交通船，有业者卡118报案。落尾手这个姓翁的查甫人讲，伊弄到船了后，甲快艇驶去码头的岸边，家己行起来，了后叫民众甲报案，海巡人员才赶来甲伊抓起来。有3个版本，但是我这边要严正声明。真相只有一个，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全程有监控以外，但是他忽略一个没有通报海巡队去做最后的确认。刘长强调讲，爱检讨的部分是相关的通报做了无好势，有疏失的所在会好好检讨，嘛希望民众和海巡署更较侪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一档平均是浪费差不多62万吨的喷，尤其是学校的营养午餐是愈浪费哦。各界一直呼吁讲，应该赶紧来制定专法解释营养午餐的问题。某社团教学校是教学生啊，家己来种青菜，让学生唔通经食。闻一下青椒的味道，所以不会只有好的。青椒种的大肠仔切片上细片，学生发现大肠仔其实真香，刷落来包起司海苔来食，成功让真侪囡仔接受大肠仔。叫我也用同款的方式操作，得到学生介意。很多人都不敢吃，那我就以前就没有去尝试过，那我现在觉得很后悔，为什么以前没有去尝试？自己种的就会看它天天长大，然后你就是吃下去会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无互民众介意的大肠仔桥顶5种菜色，高雄形象故事由学生亲手种，转变囡仔对食物的刻板印象，也希望营养午餐出现这款的菜色，囡仔拢会当食了了。我们每个月都开午餐供应委员会，他们就会去讨论，就是说，这一个月所吃的食物，
那么的检讨跟下一个月所即将要吃的食物的食谱，那么怎么样来就减少厨余？减少营养午餐内容是新创国小逐个月讨论重点，但过做法无硬性规定。也互民团发现营养午餐内容一直真悬，更加有无够营养学生食袂饱等乱象，呼吁政府制定专法改善。全面的实施学校午餐的这个教育政策以来，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主管机关是对所谓的厨余量去做精准的调查分析，更不要谈它的研究报告了。大学食育协会表示，国内专法进度是0，韩国、日本早已经上路，国内甚至连营养午餐分的总量都无数据，更加莫讲是调查分析。加上营养午餐业务涵盖单位侪，专法推动才会当跨部会改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营养午餐是学生囡仔一天真重要的营养来源。营养午餐伫中小学普遍率嘛已经有90%，也毋过常常听囡仔嫌歹食，嘛造成真侪浪费。所以学校营养午餐已经实施几10档咯，也毋过是拢无一套进步法规来监督，互营养午餐愈进步。目前咱国内嘛正在推动相关的立法。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怡真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今仔日食安的问题咧，是连续咧变。有一寡人想讲卖食外口，家己煮会较安心。不过囡仔送去学校了后，中昼顿一顿爱纳40-50块，钱开去倒位，食啥物你敢知？做爸母的敢袂当放心？咱台湾呢，因为无制定专法，目前学校中昼顿的法源依据是学校卫生法。不过咱的厝边呢，日本是伫咧1954年，那韩国呢是伫咧1981年都已经制定专法啦。这个学校结习法来管理，咱台湾算是万人一家子啊。去年智库联并有调查全台湾的高中生咧，发现有60%的学生因认为学校中昼顿无好食，味无好。而且有40%的学生咧，认为这菜色建筑就迄几项根本就无想要食，就算摇巴肚嘛无要食，因甘愿食一寡细修啊甲饮料来滋养。所以其实咧是有超过50%以上的青菜啊、饭啊、甲面啊这类，拢会当做喷，倒会拢是单体条。那这根据调查咧，是有超过2成学校，逐礼拜咧上无是会出2届糋卤、丸仔甲烟肠这寡加工品，囡仔食了敢确定有健康。因为目前无专门的立法，拢是地方政府家己管，全国无统一，所以讲就会造成这22个县市都会出现22种无共款的供餐方式。而且中昼顿若是出现食安的问题，地方政府都干那会当加重处分，并无任何措施咧会当事先来预防或者是监测。上界害的就是中昼顿一顿40-50块，钱开几倒位，其实无公开、无透明。而且这政治人物咧拄着选举，因着为着选票，就会发要补助，所以落尾其实是变做选举的政见尔。根据监察院咧，伫咧2019年的调查，发现讲这营养午餐的政策是有一寡缺失的，亲像这营养师啊、厨工、水卡，因其实是无够卡手的，而且经费的分配嘛无条文，中昼顿的品质咧有好有歹，三不定。而且这食材会员供应嘛有一寡疑虑，若要买一寡3种1Q，这寡有认证标准的食材，而且价小是搁较贵的，成本是搁较悬。即马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赶紧制定营养午餐的专法，成立一寡专职的机构，由单一部门来处理相关的问题。第二，这中昼顿的介绍应该爱透明，品质嘛爱提升。第三，这民间团体是鼓励学校应该爱互学校的灶脚家己来煮食。就免去减少食食运送甲保存的时间，就较袂有食安的风险。最近连续表食安的问题，学校中昼顿的品质管理是袂当日。前教育部长潘文忠落任进前有去立法院报告，强调教育部当咧定草案，上紧下半年新的会期都会送去立法院审查。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咱个时间交登去主播。感谢怡真哦，咱过来看有民众伫网络铺文讲哦，伫台中市雾峰的市场买鸡肉钱，登去拜拜，拜完要食后，夹一喙，发现讲内底有几只虫，实在是真恐怖。专家是讲哦，因为店家拢会先煎过，人客要买的时，才个煎一解，可能是煎好放伫外口，引来雨神哦去受到污染。台中市的食安处嘛表示讲，因会去检查。鸡腿食到一半，煞看到几只那像是肉笋的虫伫咧摇摇趖，互人毋敢阁继续食。
买煎鸡腿的民众伫面册表示，5日节迄天，伊买3支煎鸡腿，等去厝里拜拜。囡仔家己喙了后，发现内底哪像有肉笋，质疑食安有问题。食安处的客家人员12透早就来到台中雾峰这个传统市场，准备要客家。不过卖鸡腿的这档煞无开，定定去市场的民众是讲，这档卖煎鸡腿的是已经做真侪年啊，生意非常好。听到正式的鸡腿内底有活跳跳的糖，因拢唔敢相信。我毋捌听过了，足侪人拢，迄来拜拜时啊，迄物件人拢徛个安尼，无法度看到咧。还好呢，我买那天就是卖的也生意蛮好的，没有剩很多。对，他的东西不会隔夜卖啦。食品专业教授表示，大多数的摊仔伫咧卖进前，拢会先甲鸡腿煎过，有人客要买的时阵，再搁甲烫好烧。可能是鸡肉本身内外温度差伤济，加上保存的环境较开放，才会去互使神污染掉。卵生它会有孵化时间，那它这个是直接9区它的孵化，它就没有经过这孵化时间，所以对于产生的速度会更快。再来就是说，就是肉饮它对这个肉制品的喜好度本来就比较高。学者表示，先煎过鸡腿，那像是保存的时阵无符合卫生标准，才会去互使神目掉。台中市食安处是讲，目前客家2届业者拢无开店，除了会要求限期改善，阁会无有警学查，若要是无符合规定，会依照食安法相当甲罚2亿。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咱国内制造食盐水的厂商英宏化学，因为违反药事法停业务，嘛造成生理食盐水真欠货。消署今仔是表示讲，已经有要求咱国内6间厂商来增加产量，嘛会专案进口。今仔暗时头一批10万袋生理食盐水会送到台湾。国内数一大厂英宏化学因为严重违反药事法规定，今年5月被命令停业。结果数一经营欠款，其中上紧急就是生理盐水。医界烦恼恐惊造成各大病院开刀洗油纸停落来这危机。为解决这个问题，卫福部消署10日公布，第一批专案进口的10万袋500cc 大包的生理盐水，上班暗时对到会。今天晚上会到台北港。所以晚上我们的第一批其实就会到，那第二批呢是在6月15号晚上会到。消署表示，除了专案进口生理盐水，也会请国内6间合格厂商增加产量来补足这个缺口。目前国内每个月生产生理盐水缺口差不多150万袋。另外，英宏化学查厂发现，缺失高达63项，要全部改善才能恢复生产。到今年底进前，恐惊拢无法度复工。去做查厂的时候，所看到的缺失其实非常的多，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合计起来其实有63项，每个月是150万瓶的缺口。但是这个缺口，我们当然就是由国内的厂商慢慢的把它补到一个程度。那暂时还没有办法赶上来的部分，我们就由专案进口来进。消署表示，已经将替代药品资讯公布在西药供应平台，各建立配合机制。那医疗机构无法度买到药品的时阵，应到这个平台来通报，由专人联络通报，各配合厂商供应。卫福部也强调，8月会请健保署各开药物供给会议，针对各药厂提供的输液成本分析，各重新来计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昨已经许可行政院提出的国会一款法律复议案，立法院上紧6月18会来进行表决咯。有民间团体宣布讲，伊要亲自拿赢的选区，参在地民众来讨论法案。在地对话，全国串联。在地对话，全国串联。发起车招行动，关心国会改革法案的民间团体，搁在回到立法院门口宣布后一阶段的行动。针对行政院对相关条文已经提出复议，民间团体也把握立法院中心议决进程的这段时间，要伫各地头举办街头对话，尤其针对国民党立委的选区，希望甲在地民众对话。蓝营的选民选区来对话，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现在国会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国
位滥权法案，进而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他们选区的立委，来改变接下来复议的结果。民间团体表示，伫邦桥、淡水、基隆的对位场活动，也会邀请在地的国民党立委叶冠之、洪明凯、林派雄来参加，希望面对话。因为要迁入南亚的选区，民间团体也做好准备，希望用多元的方式，让民众了解因对国会改革法案可能造成滥权的疑虑。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讲者，我们有行政法的讲者，我们有一些律师的讲者，甚至我们有一些在桃园在地的一些从事各种艺文也好、地方创生也好的这些领域的讲者，来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去分析、来去讨论。民间团体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让各地头的民众会当了解国会改革法案对社会的影响。另外，国民党为15开始，也会伫每个县市举办宣讲，宣传国会改革的理念。民进党讲，因为14开始，也会开始去地方宣讲。未来这礼拜，朝野甲民间团体，拢要去地方甲民众对话，宣传家己的理念。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关心交通安全的民间团体哦，今仔早起去交通部顶前，因呼吁新上任的交通部长李明安，得爱改善咱国内危险的交通环境，嘛希望当安排甲部长见面会谈。交通安全协会、机车路权促进会、甲行政零死亡推动联盟等民间团体，早起同齐伫交通部民团表示。今年第一季道路交通有缘有97000多件，造成722个人死亡，其中119人是行人，显见道安环境有缘有真大的改善空间。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在其中关于交通工程、交通教育、交通执法的改善成果。那各个县市申请的预算、那个路口以及改善的措施也还很不明确。在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上呢，又做了一些退让，又做了一些限缩。这一些政策的摇摆不定都无助于台湾交通的改善。民间团体认为，提升交通安全，无应该是车辆甲行人对立，是应该兼顾各种运区的使用权利，也质疑政府对违规处理态度无明确，让民众唔知要安怎遵行。对此，交通部公共运输甲监理司副司长欧德基出面受陈情书，因为民团诉求涉及无共业务单位，会带回建议。当地台南视察铁路地下化的交通部长李明安也正面回应，提供国人一个安全便捷的一个交通工具跟环境，我想是我们交通部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那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所以现在包括一些路权团体或者是重机的团体，他们对于整个我们的行的部分有一些建议哈。那我想我们会安排时间跟大家见面。对民间团体诉求交通平权、提升行人安全等议题，交通部长李明安表示，会安排时间会面来听无共团体的建言。记者综合报道。AI 人工智慧拢爱靠运算，就爱用到真侪电。像外国媒体嘛，在关心讲，咱台湾敢会欠电呢？经济部长郭智慧是强调讲，经过计算哦，咱台湾的电更有够。AI 风潮来袭，各国拢想要搭这个顺风车。不过，美国财经媒体关心讲，台湾当面临电力欠缺的疑虑，若无解决，恐惊会让全球产业受到冲击。对晶片的业者来讲，是一大警讯。我们是精准的去计算的哈，那以目前计算的结果跟我们所准备的这个电容量应该是够的。都惊欠电的疑虑，正做发展 AI 产业上大的问题。国内苹果 AI 新增加用电量差不多是3%，不过日本苹果算是增加1成。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持续咧问，不过郭智慧回答的口气，那像无遐确定啊。缺电影响全球是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缺电。我们没有缺电，我们准备好了，对不对？我们在准备，好，应该是好的。国民党立委电政钳志基讲，要让产业为数位转型，行到 AI 转型，台湾算力敢是有够？国科会讲，甲附近的韩国甲日本来比，台湾目前的算力要成做 AI 大国，确实是无够。不过国发会嘛随补充讲，拢有伫个规划。
因为算力不够的时候 ，AI 要去发展，其实是缘木求鱼哈。我们现在国科会在沙仑这边规划一个超级电脑中心，会超过100的petaflow 哈。那另外在精创计划也会再往上加，那应该会额外增加100多的这个 petaflow。台湾科技的实力是大家都有看的，在 AI 产业当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不过，包括上届受到关注欠电的危机，还有 AI 人才培育，安怎甲 AI 引进百工百业，拢要有真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范国斌在台北报道。再来看金管会主委裴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会分4阶段来管理虚拟资产业，按顺今年12月底对来提出相关的草案。最近嘛来开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虚拟资产暗藏犯罪洗钱、投资诈骗纠纷的代志也常常听到。为防止虚拟资产甲交易业务专业 VASP 正做诈骗的工具，金管会主委裴金龙早起伫立法院表示，伫国际出世各用洗钱防治做基础之下，分4阶段，到达立管虚拟资产业，按算今年12月底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目前已经完成法遵声明之 VASP 共25家，形态包括交易所、买卖平台、实体店面、虚拟资产自动柜员机及托管系统商等。裴金龙表示，虚拟资产交易有无用名、跨境加卡牌对踪的性质，较会正做诈骗的活动。各国开始加强监管。不过，境外八商虚拟货币交易所透过网络跨国交易真歹管理。而且即马有2万多种的虚拟货币，金管会要安怎伫大图代购这方面进行立管，也引起立委的关注。不一定要在跟台湾的币商买啊，我可以上网全世界哪里去弄。假设我们的金流流到海外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国外的这些政府机关做一个合作？这个确实是国际上应该要加强努力。比如说，我们希望透过未来国际组织一起来参与这个问题，看怎么解决。虚拟货币现在有22000多种，而虚拟资产是一个还在演进中的概念，还有包括它很多技术上，比如说任何人他都可以发一个币，但是它有没有价值，这要市场来认定。这也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诈骗集团它可以用来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挑战。潘金龙表示，在今年1月，委外研究团队对 VASP 管理专法进行研究，按算9月底提供期末报告草稿，14月底进前提出虚拟资产管理专法条文草案，后续也将办理法规的预告公听会，佮依照各界意见进行调整修正。明年6月进前，会将这专法草案报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联合国的安理会通过美国版的加沙停火协议草案，哈马斯是要求讲要完全停火。以色列方面，总理纳坦雅胡是表示讲已经批准这个协议，也毋过无明确表示讲敢要支持。为了这个协议人伫中东走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表示讲应该会有好的结果，伊是真乐观。甲美国同齐其中协调以下谈判的埃及甲卡达证实，巴勒斯坦已经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初10通过的停火协议第9回复。哈马斯在暗发声明，呼吁完全停止伫加沙的战斗。感应间谍的人选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表示，相关回复内容是以巴勒斯坦百姓的利益上优先，佮强调必须完全停止对加沙的继续侵略。根据了解，哈马斯的停火呼吁定调将草案版本的停火6礼拜变作永久。美国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哈马斯提交的答复真有帮助。美国当咧评估这个相关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伊的战时内阁已经批准联合国安理会草案，也毋过无明确表示支持。伊的内阁中继续派成员已经威胁要退出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继续派认为，协议草案继续推动未属向哈马斯导航。当地中东喷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伫特拉维夫大的饭店外口，有示威民众拿美国国旗甲人质相片，呼吁达成协议。布林肯也甲因谈话。I met with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last night, and he reaffirmed
his commitment to the proposal, and I think there is a strong consensus again behind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proposal. 布林肯随后飞去约旦西海，呼吁哈马斯接受美国版本的停火协议草案，佮宣布对巴勒斯坦提供超过4亿美金的援助。联合国方面是佮提出2个方案，毋嘛会当利用这个时机点佮氛围，为以下真正停火佮后手的和平铺路。公司新闻为您编译。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非法买枪，将伊方指控的3项的罪名拢成立哦。上当时封判25档的有期徒刑，宣判日子可能是会伫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的前1个月。拜登是讲伊会尊重判决。德拉瓦州威明顿的陪审团裁定亨特2018年买枪不实的陈述，等3项罪名全部成立。This case was about the illegal choices defendant made while in the throes of addiction, his choice to lie on a government form when he bought a gun, and the choice to then possess that gun. It was these choic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guns and drugs that made his conduct dangerous. Second, no one in this country is above the law. Everyone must be accountable for their actions, even this defendant. 根据了解，亨特的律师建议伊上诉，因为因老爸拜登嘛发声明尊重陪审团的决定，而且讲加做老爸对后生会当为毒品的问题回复是感觉真骄傲。Hunter Biden is a first-time offender, so the sentencing guidelines are likely to be far short of what the maximums are, which is a combined 25 years in prison. He put out a statement after the verdict, thanking his family and expressing support. 这个审判受到真大的关注。纽约市真侪所在复苏新闻的电子扛棒一直报道相关的信息，除了对寻求连任的拜登可能造成选情的冲击，亨特嘛正做美国历史上头一届有总统的囡仔去互判有罪的案例。亨特今年54岁，伊遮的麻烦也毋单只一层，伊伫洛杉矶也有一件甲税务有关系案件去互起诉，按算9月份会开庭审理。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泰国首都曼谷，昨透早4点外，一个观光市场火烧，市场有卖宠物的店家哦，超过1000只的动物消失。消防单位是表示讲，可能是电线烧拍的灯。这个市场哦，长期以来拢因为有真侪动物，环境阁真歹，常常检举。乌烟持续为市集内底闻出来，消防队员全出去拍火，确认感受人调伫内底。泰国首都曼谷真出名的赤兔赤市集，11透早4点外传出火灾，规大片所在是全火。虽然消防员伫半点钟了后，就甲火拍花，不过却是造成超过1000只动物，因为这个火灾全死亡，加在无造成人员的伤亡。เพราะว่าจากที่เห็นสภาพก็คือเขาอยู่ในที่ของเขาในกล่องเขาก็คือเข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ไปไหนมาไหนได้คาดว่าน่า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อนกับควันไฟใช่。这个发生大火的赤兔赤市集，是东南亚上界大的露天市场之一，嘛是泰国曼谷真出名的观光景点。有几啊万间店头客伫真下巷仔底，有人讲每礼拜拢有要20万的游客去遐行大甲消费，而且卖宠物的店头，就伫市集27区内底的其中4区，总面积差不多1400平方公尺。消防员初步调查发现讲，118间宠物的店头，差不多拢因为这个大火规乌有去。现场有真侪已经烧甲臭火焦、烧甲变形的铁人啊！有宠物店的头家接到这个消息，赶去现场看到家己的店烧甲乌有去，是要哭无目屎。ตั้งแต่ได้ยินข่าวเนาะที่เพื่อนโทรมามันช็อกค่ะ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อยากร้องแต่มันร้องไม่ออกอ่ะมันไม่รู้จะร้องยังไ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โรงเรียนก็เพิ่งเปิดเทอมใช่ไหมคะรายจ่ายที่เราจ่ายเราก็จ่ายไปแล้วค่ารถค่าบ้านค่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รายได้คือที่มีบ้านมีรถได้ก็จากการเลี้ยง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ขายประกาศ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当地消防单位表示，这个火灾哪像是电线压引起的。泰国的动保团体批评讲，赤兔赤市集是曼谷让人感觉真见效的所在，因为真侪动物拢是透过非法走私来的，呼吁政府要采取行动，阻挡这种完全无意义而且是虐待动物的行为。公司新闻陈伟仁、郑建光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桃园市的环保局去年启用 AI 环境污染辨识系统来掠污染哦，到今年的4月，嘛已经处罚1400多万咯。也毋过哦，这套 AI 系统哦，大约有2成会订单，意外是要求讲应该爱综合检查来避免造成困扰。用 AI 来辨识水的色水，即时监控水污染的排放源，24点钟监测工厂延宕排放的情形。赛车的人把粪扫为桶仔门吸出来，嘛会去由科技执法来采罚。桃园市环保局去年元旦
头一个启用 AI 环境污染辨识系统，到今年4月份裁罚违规的案件，金额已经有1400万。在龟山区南凯溪上游，经常有工厂趁着下大雨的时候排放污水，也希望 AI 系统能够加强这个辨识率，要找出问题，修正系统，增强正确性，这个才是 AI 执法的效能所在。不要为了 AI 而 AI。AI 系统掠污染准确度差不多8成，嘛代表2成会顶打起。议员认为讲，任何形式的科技执法，第一要紧是要减轻人力的负担，提高执法的效能。订单的量若多，电脑爱真正复杂，工作量可能电脑增加。环保局回应讲，虽然需要人工来确认，不过每一件客载的时间会当省半点钟以上。平均呢可以节省我们的稽查时间30到15分钟，所以我们的稽查效率呢可以提升大概55%。桃园每一年超过2万件环保定情的案件，不过敢若有40个客载人员，平均一个人爱负责超过500件。环保局推出 AI 掠污染，提高客载的效率。针对订单期的部分，会佫把相关的影像回归到 AI 服务器系统，透过影像继续学习，会当提高辨识的准确度。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的地震，德鲁区国家公园嘛受到真严重的影响，附近真侪店家即嘛拢冷冷清清。国家公园署嘛已经加派卡手来抢修，会以分期分区来开放。有部分的所在按算讲年底得当来重新开放咯。这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的国口台地，4月初3地震了后，以往闹热人潮已经无去啊，店家差不多拢关门咯。无观光客对这民众来讲，生活陷入困境，对未来唔知影要安怎。看能撑多久啊？真的撑不下去就收了，不然怎么办？这边是不是很多人都休息了？对啊，几乎餐厅都没有人开啊。我们这个端午连假，这个地方跟鬼城一样，连个人都没有。为了加速修复，内政部国家公园署经过2个月调查，分区受损情形，并2.6亿采分期分区滚动重建，预计7月份会先修复9个损害较轻、相对安全性较悬的步道甲景点。第一阶段会先开放部分区域。我们太鲁阁的游客中心、长春池，然后部落湾，好，还有天祥，好，这些灾害比较轻微的啊，包括苏花公路的、惠德，好，我们是预计在年底。好，那可是年底的话，如果可以顺利的话，就是局部的开放方式。太管处强调，第二阶段都是园区内其他受损较严重的步道甲景点，亲像堰仔口步道、沙卡洞步道、丽水步道、水落古道，因为考虑天气无稳定，有烂山地动，需要长时间修复，无得确定当时会当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总统大选，大清着高雄竞选总部的宣传车启动着2个桥倒摆的民众，经过半冬这2个民众指控讲，民进党杀责任无要负责。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是强调讲，2届的协调会，因拢有派人去参加，也毋过双方赔偿金额超袂平，所以在等待法院的判决。嘛强调讲，党部会先配合民众，才过来向司机求偿。但是受伤了后的伤痕，42岁这先是代志发生了后，无法度屈真久，开山了的工课嘛无法度继续。厝内主要趁钱的伊，这半冬拢爱照治过日子。19岁王东二，这是大腿开刀，半冬来空喙永远会痛。2个人是去年底总统大选期间，互赖清德高雄竞选总部宣传车弄掉的伤者。出面指控民进党选前讲要负责，选后无爱插。因为我是开3毛的，势必一定是要蹲在里面。可是我脚就是没办法蹲进去。车子是借司机开，然后他跟党部没有雇佣关系这样子。这先是指控事发了后，敢若做事司机当面慰问过一届，完全无感受到民进党的诚意。洪东二这是讲最后一届协调会了后，佮听到对方讲民进党甲司机无雇佣的关系，嘛互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质疑民进党是想要闪避掉连带赔偿责任。这些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办法去凹、去甩锅，让这些高雄市民求助无门。因为他是肇事者，所以司机他当然有他也应该也会知道说啊，我如果民进党答应人家的，那最后你还是跟我求偿，所以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他就不愿意去做一个和解。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表示，自头个月无否认过赵司机是民进党所请，讲出无个人关系是保险业务员，无代表着民进党。主要是赵司机是主要赔偿者，伊甲伤者对着赔偿金无共识，才会协调破局。后续若是法院判赔，但由民进党先付钱，才甲赵司机求偿。等待过程当中，伤者若增加任何支出，买当另外来请求，因未闪避。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台北市第一殡仪馆今仔做完发会了后，就要拆掉咯。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一边拆掉了后，会先来做绿地，还是讲停车场，后续后要怎来利用，要搁听各界意见，才搁来评估。台北市立殡仪馆12早起举行祈福法会，望望拆除作业因一切顺利。台北市第一殡仪馆圆满落幕大吉。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进行拆看板正式提落，也宣告行过一甲做台北市立殡仪馆正式行入历史。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拆除作业按算爱5个月才完成，但拆了短期会先将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先做临时停车场或者是绿地，也收请各方意见、甲地方的需求，做台北市发展的长远规划。另外，一边的西边甲东北边是私人土地。未来是不是定修？目前还搁做整体评估。礼厅的总数有28厅，其实加总起来是比一宾跟二宾原本21厅还要多。宾柜我们也增加了300多个柜位，总数来到1314。所以整体来看，量能是足够。但是从一宾衔接到二宾，我想这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个过渡期。居民都是非常接受说这个一宾要拆除。已经梦想了，已经50几年将近60年了，所以说他们宁可回归金不要，但是就是要把这个一边拆除掉，把在附近把它热络起来。那我们建议是，我们里面说的建议就是要做双办大楼。虽然目前两年拢转去治滨，不过当地另外交通甲停车场是不是充足，拢爱搁考验。另外，一边未来是不是改去做社体或者是长调中心？目前台北市府也在评估，还未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税务局对2006年开始引进科技执法的设备唔来当掠超速，买当来掠牌照税。去年多一个姓陈的驾驶已经互注销车牌，佮违规赛车上路，互掠到，计共是爱纳超过45万的税款。台中有113万台汽车数量是全台第一，不过大当4月纳牌照税时间过，有缘有袂少人无纳税。地方税务局对2006年开始引进科技执法代替人力，2023年处地的数量甲金额拢是历来新高。其中一个姓陈的驾驶互掠到注销车牌，违规上路，佮挂别人的车牌，一摆对超过45万。针对这层民众看法无共款。可能收到人，我会可能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一笔？但是那个原本就应该要缴的。对，你也支持？对，支持是 OK 的。我来看还是。我们的政府好像很缺钱的样子啊！一点点事情都要逼迫压老百姓啊！台中市地方税务局表示，较早处地拢是和警察监理机关办联合稽查，用目睭看甲汽车车牌输入电脑，一天敢若会当处地10台。不过引进科技执法18天以来，已经达到伫咧主要的路口有8台按科技执法的设备。去年拢总查47000多件违规甲无纳税车辆，拢总罚1.1亿，报税3700万，省人工甲成本。用传统式的扫街方式，在路边做一个拦查，所以说不仅会干扰交通，而且也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在95年开始的话，我们就陆续引进这个车骗系统，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蛮多的一个人力。税务局消管科强调讲，台中市人口甲车辆直直增加，引进科技执法有必要。而且即卖 AI 辨识度有95%以上，若是外县市的车辆，嘛会通报地方政府，呼吁民众准时纳牌照税，才袂去犯法。记者台中报道。为着要补充本土语的师资，教育部是同意讲学校会当做伙来聘本土语的老师，嘛鼓励现职老师去考台语的证照哦。也毋过对老师来讲，爱一边教册，佮爱一边准备考试，大头是正重，意愿是拢无悬。合聘的制度嘛是有真侪困难。今仔台语课总体检特别出来做伙来关心本土语师资的问题。
因性是较流行饮料内底爱掺粉粿。随洪各港的学生当咧上台语课，上台语课的老师，伊嘛是这间学校的国文老师。即马大部分学校主要是鼓励家己的老师去考台语认证，毋过老师讲，爱教台语，佮爱国本科，大头有影，加真重。因为本科国文伊的教学的负担其实也已经足重的，因为伊是爱考试的，所以佮去准备台语课程的时阵，我感觉确实是会有一个负担伫咧。请问下面倒一个选项？110年教育部修改课纲，针对本土语，高中1年2年逐礼拜必修1节课，高中增加必修2学分。对111学年开始实施。本土语新政策对公告到达已经2档半，台语师资敢有够，有缘受到讨论。虽然教育部讲会当甲别间学校合并台语老师，毋过随洪各港的教务主任讲，实际上真歹处理，因为若要合并，是倒一间学校爱负责开名额。占到他学校一个实缺，但这些实缺一般学校都是希望聘的这些老师应该是离咱下来完全支援咱下的教学。学校要合并台语老师，向来开名额无好瞧，事实上连代理老师都真歹找。是到第5摆，老师才来，就再找一个。因为本土语是自由选课，佮加上即马囡仔生了少，地数班级少无够时数。大部分学校唔加聘台语的正式老师，台语师资培育的速度嘛无够紧。根据教育部的资料，全台湾认证有过中高级会当教台语的限制教师，11324人；经过教育机关认定的台语支援教师3331人。目前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台语师资拢总14655人。毋过，根据教育部112年公布的数据，111年度国小家族台语专长敢若4人，国中高中有台语教师证敢若121人，显示专业的台语师资大欠缺。补助也是讲来推动台语伫咧校园内面，大学的校园内面有台语的环境，安尼才会当有较侪学生会当。较熟悉台语，伊才有可能去做台语的师培。台师大台文系的系主任认为讲，要甲台语师培的人数求好悬，上紧的办法就是让台语进入大学、进入生活。照目前台语师资3大管道，跨校合并、鼓励限制教师考台语认证、台语教师争取开课，能力甲专业度拢要有改善的空间，正做教育部爱赶紧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讲使用台文常常拢会拄到字体无法度支援。最近有设计字体公司，甲一般较接应到的台文字、罗马拼音，佮有其他母语的字设计到字体内底哦。望讲会当来协助母语的使用者，想要创作还是设计，袂阁受到限制，会当好好发挥。一字一字拍出台文字，这个字体是真特别。这个由设计师陈冠英设计的字体字花，除了中文汉语以外，一般接用的台文常用语、罗马拼音、甲客语、原住民语，这本土语言的文字嘛拢纳入设计。设计师讲，设计的过程，伊是参考济台湾20世纪中期进前的报纸，以顶头的古美术字为灵感。伊讲，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世界看到的字体拢真相共，但伊想要去设计出有本土味佮符合现代使用需求的字体。商会那个会的那个横笔很高，有没有看到？但是现在的比较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现在求的是一个很稳的稳字看起来稳不稳这件事情，必须要经过一个调整的过程，该调到讲看起来特别，但是嘛是一个水个好用的一个字体呢。这个字体的开发是由一间新创的字体公司透过群众募资的方式来进行。字体公司讲，因认为家己的工课是设计台湾字体，既然合作台湾，就应该包容济台湾人咧使用的文字，所以因对2005年开始设计本土语言的字体，到今已经开发出超过10个会当拍出本土语言的字型。2015年开始，咱就是想讲，咱爱支援所有的台湾的文字。做完了后是2019年。为迄个时阵，阮就讲，所有的 Just Fund 若是合作的，也是咱家己做的字体，拢爱支援台湾的字。
本土语言这几年愈来愈时行，有人学、有人用、有人看到有设计的需求。为着提供更加侪选择，设计师讲将多元语言的语纳入设计，除了予有需要的人使用，嘛希望传达尊重多元的理念。记者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的华文版是林东英翻译的。伊今年已经74岁了，伊讲伊对67岁退休了后，才开始来学台语文。伊最近嘛甲《罗生门》翻做台文版，咱做回来看卖。我毋是判官府的人，是经过这个拉小梦的旅行者。有声册三甲布袋戏主演王开生的配音实在趣味佳。这段是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第一篇小说《蜡小梦》的一部分。最近木马文化出版的第一篇小说选《蜡小梦》，甲8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翻做台语文。翻译者是今年74岁的林东英，伊表示家己以前袂晓写台语文，是67岁退休以后才豆豆学写的。我就退休啊，来总一个。家己满意，家己爽快，个会当看会当上好，就会当有一个副产品，就互人有得到啥，就是帮忙着啥。到尾啊，真拄好就是讲，迄个电信厂、电信线咧招咧考一个迄个经典小说的台语翻译。啊，我就想讲啊，我日本话讲50年，甲日本人做生意做遮久，我就来去甲伊。试看卖。芥川龙之介是1892年出世，一世人写要400篇短篇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三大作家之一。蜡小梦这本短篇小说选题材包括对外表的怪异、追求梦想的不安，也是对善恶的思考等等。出版社表示，这拢正碗大咱的生活，嘛真适合青少年甲台语文初学者。是我们很希望就是在本土语言上面能够给我们的读者更多的选择，然后再来是流传台语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希望努力的一个目标。和华语册并起来，一本台语翻译的小说选，包括翻译、配音、审稿等等，有真侪事工爱做。出版社表示有影真够工，不过这拢是为着要甲台语的典地保留落来，所以针对《蜡小梦》这本册，因嘛会办见面会，要招翻译者和配音员来甲民众开讲。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新闻报道。伫第二中部海华有一种徛鹅数量这几档是减少真侪，今年甚至只有一对徛鹅有生团，未来是真有可能会绝种。专家是讲因为禽流感甲适应现象，佮加上海洋的污染徛鹅的生存是面对真严重的威胁。生长伫南美洲地理沿海的红石徛鹅，是少数会当伫寒冷洋流经过热带地区活动徛鹅。红石徛鹅生态地主要分布伫南美洲地理甲秘鲁海岸。红石徛鹅伫保护现状分类风蝶区将要消失的物种，目前现存族群大约32000只左右。Fue como la tormenta perfecta porque fue la gripe aviar más el fenómeno del niño que desplazó toda la alimentación hacia la zona sur y por lo tanto en todo el norte de Chile la reproducción bajó casi a niveles cero y además de eso murieron muchos pingüinos por la combinación de gripe aviar. 受到外界环境影响，红石徛鹅的繁殖交配数量，为去年的842对，降到今年只发现1对。过去几十年来，红石徛鹅已经成做生态旅游的焦点。即马多数的徛鹅拢伫保护区来繁殖，各个动物园也拢会当看到因身影。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来，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